珠海十字門呢個小區嘅業主啊，啱啱裝好修搬咗入嚟住，就蝕咗200萬啦。前2年3萬4蚊買翻嚟，仲係無批。啱啱發展商啊又放出嚟10幾套單位，你哋估下幾錢？22000蚊啊，仲送埋裝修，而且依家又係現樓啦，即買即入住。關注十字門嘅朋友啊，尤其係想改善嘅呢波啊，真係可以過嚟執路啦。如果你之前睇過華發灣11號同埋中海環宇天下嘅，覺得佢哋價錢賣緊3、4萬蚊一方，價錢貴，你真係可以過嚟睇下華府呢個背靠山，環境又安靜，小區咧又夠大，有10幾棟，全部做嘅都係4房，大面積為主，2梯4戶或者2梯2戶，似呢啲140平方嘅，同你整到南北通透雙陽台嘅設計。雖然唔係有啲咩最新規啊，但係咧呢啲傳統嘅戶人住起身真係舒服嘅，每一處嘅空間都夠大，步行講緊都係500米就可以去到十字門嘅華發商都啦。剩低最後10幾套，中意嘅揾我睇樓。